以吃吃看吗？可以啊，哎，你要走在上学的哦。可以。对。哦，哦，嘿嘛，很够味。来请看。哦，行哦，我很行，可以吗？很够味啊。绿葱柚母，我觉得客家厨师真的都很厉增加它的害，调色，能做、能演、能唱，真又有的。颜值。演唱。颜值的部分，李师傅你听系最过分的。啊，你有看看你旁边？嘿，提米哥好，昨天哈。都在。哦，做乜解只聽我加水啊？你等下嘅，阿女站位計啊，每套站位我等一下長女講吼，10秒狗語，10秒。實，摆个花样，花樣啊，對，唔是花樣嚟啦。漂亮一點。你都要拿90秒，拿來擺盤動打慫呢。Hello，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分享數坤，一家之主。今日呢嚟到新竹也到邊嘅，行去就大家講一下，你一家之主播出過後呢，真經係不只是在台灣很夯哦，還有海外的客家人看到客家電視台呢個節目都想愛從邊樣轉來也到邊參加比係啊，你賽。老講，我家婆我當年哦，一聽我準時的收看哦，假使冇播出嘅時間，喊我自己上網 YouTube 拿來搜尋一下。好啦，三下嚟你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之前嚟分享到係盧正斌盧師傅。大家好，我係盧師傅。盧師傅你好，還有非常熱鬧嘅李志良李師傅。大家好，大家好。打開啲字哦，還有讓大家猜想一下，今日只聽開食材嘅買個東西咯。噔噔噔噔。哇！哦，你睇客家最有名嘅泡菜、菜，豆腐，牛肉，哦，蠻明顯的耶。好，好明顯，嘿，我滿意，好咧。泡菜、小豆腐，今日我哋主題嘅料理，讓你講嘅差唔多是泡菜、老豆腐。哦，老豆腐。好，先來看到我哋到邊係兩位表姊妹，青蓮記、韓家飛米記，歡迎。還有安風哦，好，你勝利在望。歡迎我哋哦，咱隨歡迎到係咪係表姐妹林然嬌老劉玉儀。嗨，好可愛你凍風哦，真嘅。哇！好，今日呢，先來看一下你風水兩曬表姊妹，上來一槍誒。平常時係做乜嘅條路咧？那係煮食的呀，哦，你們口傳堂嗎？我早餐店啊。做我好愛吃早餐呢。今日比賽有信心嗎？有，好，加油！加油！哎呦，記得係兩姊妹嗬，今日嗬咪係兩姊妹嗬，表姐妹。對。好問一下嗬，表姐妹，哎呦感情動好嗬。唐公嗬，你哋平常去除了煮菜之外，還有種菜哦。對啊，自家種，自家種，自家做嘢。煮嘅東西係你自家種嘅。係。哇哦！自家種，自家錄，自家種，自家你講嘅泡菜係你自家種，自家滷，還有自家洗。自家曬，我們也是嗎？東會做咧，嘿。我們也是。你們也是？對。中央啦，中央。好，馬上來舉牌。請舉牌。好啦，今日係就在比賽啦，嗬，有信心嗎？有。好，馬上我哋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木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算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一家之主上菜嚟。好，你們要講乜嘅？唐講係海菜片。海菜片哦，好，加來討論一下，睇下有好樣分榜次。禮拜哈，我完全很放心哦，你知道為什麼？你們那邊絕對不會作弊了。怎麼樣？因為你們很清廉。對。好，所以讓青蓮姐姐先好咧。好，你想愛老伯簽告，也愛老燕嬌姐姐告。燕嬌姐姐我。好啊。好，做得哈。好，你用啥先來？好，先來好嗎？好來。總得手下留情哦。加油哦，加油哦，加油哦！好，謝謝。箭頭殺頭夫，箭頭殺頭夫。好，你哋先開始。好，一家之主奶最強。衝啦我衝啦！哇！你自家講哇呢？哇！就熟對了沒？唔怕，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唔怕，等一下我讓你讓轉來。好，來站這邊，站這邊。好，在我的右後側哦，哈，來。箭頭殺頭夫，你先開始。
好，一家之主爱水强，Q 咯冇 Q， Q 冇 Q 咯冇 Q 冇 Q，Q 咯冇 Q， Q 冇 Q 咯冇 Q Q，Q 冇 Q。 咯冇哎，等 Q， 一下，我刚才输了吧哎呦，Q 咯冇 Q，Q ？Q 冇 Q， 咯冇 Q， 我刚才输了。哎呦，歹勢呢！我刚才有一个重复，对不对？有有一在重复哎。好，你下讓你對他，哎呦，我咪動慶連呢。对他，來，你看，我搞嘅時節有動公平哦。你不能嚇他哦。慢慢搞，慢慢搞。好我點你的手要記得放行開這。個你。好來，好來，剪刀石頭布。好你，先開始哦哈。一家之主愛水強，Q 咯冇 Q 咯， ，Q 咯冇 Q。你看你的笑容啊。整他1分鐘後，我同講，以後亂切東西1分鐘就夠睇嘞。對，所以唔怕，俩時間就先對牙牙吹開始比賽嘍。好，抬起牙對牙吹吹當中，大家應該有發現吧？客家料理呢，差不多這些都是基本菜色，一定要有泡菜。不然我現在切泡菜好不好？好，冇問題。這你切卡座位啊？係啊，哎呦，好香哦！這一定要傳下去加分的。哎，就夠香的哦。對。又香哈。动清甜很甘甜的味道。結果差不多係人煙的哦。香味。有冇？有吼，有對面，哎呦，就出來啊！嘿嘿。好，繼續開始。切细细的，按鈕嗎？切细细，对，就这样子切就可以，而且它這個切起來好好切，我可以吃吃看嗎？可以啊，哎，你要走在上學的哦。可以。對對。对对对，哦，我的媽！夠味。來，請問。哦，行了，我都行。可以嗎？很夠味哦。非常有味。很有味哈。準備要倒數了，5、4、3、2、好1，好，差不多時間到咧。咁等一下咧，那特別就先休息，都得等下上課要來分批啊，就通知哈。好，先休息一下哦。好，來。計時。哎，還冇，繼續還冇開始，唔可以談呢個，唔可以談呢個。好，還冇，我一定要講馬蓋。喂，你好，比基喊好台上是錯咧，你還有做馬蓋東西先講。切泡菜，切泡菜，嚇到，嚇到。好，夾夾，你係咪夾夾？好，我是夾夾。好，計時。好，開始。我要講一下，我哋個泡菜哦，先皮一下。哎呦，沒動向哦，又狗向哦。看起來不一樣。可是真的不一樣，我們的你不應該拿給我們 P 的。你們聞一半就好，其他我來切。你有確定是這樣切嗎？都你有問嗎？都有對它就對了。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切了好了，嘿哦，留給大姐切好了。因為你啊，你這個種的哦，我捨不得傷害它。這是很珍貴，真的很珍貴。又是野煮野味色彩。啊，好，不過你啊，最簡單嘅看到咧豆腐。其實我覺得你摸一卡都會就好。唔係啷講哦，呢條成個豆腐就黏緊哦。馬上先來講一下。那個是該係雞蛋豆腐，怎麼會寫雞蛋豆腐？好香啊！看嫩係嘛？嘿，對，找痕跡切到。嘿，嗰個蛋嗰個。卡都會吼，我會微通呢。 6、 7、我先洗哦。 3、2、1，時間到。哎呀，好，等下呢有1分鐘的時間，是你超越我們的，我們要開始計時哦。好，好不好？兩三叫我做啊，咁解泡菜香嘅切麼？實在好，計時2開始。好，我切，你看一下姐姐用嚟切泡菜。真嘅豆煙嘅經驗哈。真嘅。係有肉哦。 你有冇計？加10年呢？這個不要豬油哦。係啊，哇，好香，很用心哦。哇，我超愛吃豬油，可以用喝的。他的意思是另外一半不要倒完留給他。對。哦，風池等下差不多要開始了哦。 7、6、5、4、3、2、1，時間到，你們可以繼續做，沒有，不要緊張，不要緊張，我怕你切到手哦，慢慢來。牛潤姐，你底下係中火哦。好，我哋要煎豆腐。哇，讓叫姐你切個泡菜哦，很像機器切的呢。差唔多，要過嚟幾邊看。好，你過嚟，加油哦！有哦，等下做對調火色咯。好，用班，誒，也可以用污水打咗個榴彈哦。 好，總不是要問一下吼，該煎個芥蘭豆腐，然後該煎拌豆腐嘅時節有買冇強人嘅蔬菜冇？像咧有去毛細孔，吼，人家嘅溫度嘅要注意，像你像個雞蛋豆腐嘅水分要好多，煎嘅時間未同你們啱喎，所以肯係要個溫度嘅差別。我講講啊，你都要用個盤
拌豆腐哈，没动厉害哦，因为人家透出是捞豆腐哈，它到时候会有汁，等一下最后收汁。对对对。我看你咪，有。差不多锅里我的红队从来不曾让我失望过。真的，光看他们选衣服就知道了。真的。好，那不过呀，那120度最高係240度，好。今日較放心嘅。哦呦，金黄色哦，好金黄哦。哇，好金黃。好金黃哎。你家最好看最好食嘅時節咧。哇，我想吃。這個會最大碗哦。因為，我把它關小一點啦。哦，對嗎？而家叫我等於白呀。哦，你辣這位沒有辣咯吼？有辣嘛？這個鐘誒。對對。這個鐘誒。兩個姐，那就準備了還買個東西。八角。蠻辣的呢。不是蠻辣，以後我用這很辣。有辣。有辣嗎？非常辣。會太辣嗎？你還會做對嗎？那是朝天椒。這邊。講話。朝天椒啊，朝天椒就不要那麼炒放。哦，朝天椒。完全沒做好過。看辣了。你算他辛苦了哈。好，我們先過去。等他辣椒抹完，來洗起來，然後都做了。好，冇問題。但是等一下洗了就會凍辣。很辣。哇，你那邊沒勁風的哦。哇哦。像師傅，你對剪下頭髮係有溫盤的嗎？一般唔會。唔係。但是會飆一些些鹽。鹽啊，因為頭髮本身冇味啦。鐵葉它唔會碎掉，它唔會爛嘅。還有這樣子。因為豆腐本身佢底部有一些物質讀到鈉離子，讀到鹽，佢會較熟。是類似鹽滷的概念嗎？鹽滷。哦。啊，再來就係佢本身冇米絲。哦。食東西有一些些鹹就變開鹹。那個鹽是直接在上面這樣擼過去就好嗎？就一些些，味道冇個淡落來就做對。然後剪你就一樣。青蓮姐，我看你剪安好哦，你大白豆腐下面還按用做菜哦。這是你第一次做嗎？還是常做？豆腐提起白煎，可是我當為煎卵。早餐店啊，煎蛋啊。真的。啊，我可以點那個那個豬肉排，叫做豬排蛋漢堡肉，豬排蛋吐司，可以嗎？好想吃哦！你莫讓來製作單位講，今天的早餐誰點你們家的？對啦，還得有專門做外送啊。你係先過嚟看下南吹啊！然後來講，係就先做好本意思。哇，厲害耶！就攞嘅感覺咧哦。哇！這個一定要飯呢吼，你要調肉嗎？要有飯呢。你可以貼片嘅調肉嗎？沒有，一般我每就準備調肉啊，外容哦。我講講嘢調肉味道，係我講甜鹹啦。我們這是帶甜味的是嗎？有一點，有一點點甜味。我把手機蓋全部會甜下去。哦，很新潮。我們之前有人把，我覺得客家廚師真的都很厲害，能做、能演、能唱，真的又有顏值。顏值的部分，李師傅一定係最過分的。啊！你有看看你旁邊？係天一個好，昨天好。哦。很新潮。我們之前有人把整個火龍果放上去啊。我做得鹹點麼？做得啦。你像我做嘛都做得。先蓋燜一下，貼一下，好，貼一下。這個哇！等下個香沒有完全會只有進去個豆腐地圖了哦。先幫你攞一下啦，吼，等下上過來。不要撲出來當香哦。不要撲出來香。找肉先。我用快嘅嘛，我靠用嘛。啊，終於散散咧。我比別都唔怕。要拜來比賽之前用3年好好討論嘛，我有做。其實然後真的比賽的時候就一個關鍵，不要緊張，就會拿出你簡單嘅實力的。像2位評審老師應該也很常，之前在比賽的時候是這樣吧？緊張會誤事，對不對？會誤事。對。剩2分鐘哦。好，剩2分鐘。可以，不要緊張，不要緊張，來得及的。一定要必輸，一定要必輸。哎，辣椒有切過了嗎？有，下好了，等一下。哦，你要打調味料啊，好。一定大家要必輸哦，給導演。早餐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哈。早餐店怎麼樣看是早餐店老闆娘？
2只手一起做就是老板娘。那有可能是铁板烧师傅。对，煎蛋就要2只手。哎呀，我改 Q 油嘛哈，还没有加哦。多一点水，水太少。水很好哟。就给它煨好。挑有冇先超过。这样子放就可以了。可能还不够。唔怕啦，冇強浪啦，冇強。好。好，这个 keep 噻，比 keep 嗨。好，我们去看一下那边。好好好。安排地嘞。哎，差不多做得打開了吼。可以了。哇！米絲有出來。愛做底咯。真經係攞的哦。泡菜炒豬肉吼，佢做帶咗去攪飯。攪飯。哦。韓語吼，你看，我哋個舊樣吼，然後泡菜哦，然後香菇哦，全差不多太鮮呢。參配。愛用嘅梅頭是下不落去。然後感覺愛用嘅啦，等下來將師傅係師傅嚟教下。等一下，水流經係梅頭就聽我自家食過。起起嗎？做得好，對啦哈。記得係重口味哦。好。好，倒數。6、5、4、3、2、1，時間到。大家出來吃吃看下鐵管地度，乃部開咪是較好食咧。好，泡菜老豆腐，真的可以來都都好食嘞。先說不要夾太多，因為沒有飯。好，來吃這個呢。來，是。那泡菜好好吃嘛，啥粥哎？來，姐姐做哎。姐姐，那泡菜有賣嗎？有賣嗎？沒有。泡菜超好吃的哎。呢兩隻感覺咧？幾好吃，又好食又好辣啲啲咯。哦，辣。唔係，嘅泡菜嗬，要下走啲啲咯。哦。所以講下香，嘅下走。哦。呢兩隻感覺咧，越鰻魚嗎？好食的哈。好食。好。嘅咧是攬出嚟哦。好。非常好吃誒。我最好食嘅，我都有嘅米那個醬汁。泡泡。真經係撈，真經係撈。你們兩個今天很難評了，都好好吃哦。韓語吼，我都有先嘅，因為我要吃凍豆白啊，先嘅芥蘭嘅豆腐，外皮哦就一啲啲嘅茶茶感覺，唔夠地度哦軟軟嘅，因為嘅泡菜又係斜斜嘅，嘅豆腐係軟軟嘅，絕配。來聽聽我們給你們讚美。好。7年前加工嗎？干。豆腐就是很軟，很 Q 彈，很好吃。謝謝。好吃哈。對。平米雞翅豆嘞？很好吃啊。好，兩部卡米西全部都，我知道都非常非常的入味，呢時間我本評審先生來上腦檢嘅哈。提前呢，先搶盧師傅搶半分數。啊！耶！慢慢。有1分鐘。李師傅搶半分數。哦，1-1。來，盧師傅搶公平。ไม่ใช่的，你看豆腐咪當作兩片可能箭頭穿意吼，但係兩片正差到去用個板豆腐，板豆腐嘅毛細孔好多，基本做你係上。嘿，之前講嘅佢看見好慢上變下去，但係佢嘅泡菜啊咧講又好，又炒到又香味，又個個醬又做到豆腐地位，雖然佢看見咧湯好少啲，可能本豆腐做起來，第二道其實咪當是可能。正差都是咧雞蛋豆腐佢好唔會做個醬，可能豆腐嘅梅頭，好，但是雞蛋豆腐本來是凍好水嘅啦，係。不過我感覺我這個凍厲害哦，雞蛋豆腐做得這麼入味嘛，唔簡單吼，讓我都要講一下。因為今日啊，我看到一開始啊看到有油酥菜入邊係用板豆腐，其實我心度都想應該就會當好，當分數會當高，嗰個再來嘅泡菜十分的香。都是發覺，但是今日我要本做蔬菜入片咧，因為啊做當大餸嘅泡菜啊就炒香了以後，叫做煮嘅時間冇咁長。哦。因為今日係老豆腐，老一隻絲就係愛時間，可能也係講愛煮較黏味嘅話。對。所以有時大餸嘅泡菜嘅香味同嘅酸味。沉香味都冇做出來，所以都係咁嘅酸鹹。啊，入邊咧泡菜咧，佢係有撈嘅，真係有撈到。喺看日用菜來品也就分數啦。
好啦，讲正经的，两次春来都是系非常非常的赞的。拄好都会一比一咯，大家先休息一下，大家来看一下今日很重色香味的这个李师傅带来嘛个4个料理啊，搞大家咧。总铺素卤菜，好，今日李师傅带来嘛个4个料理搞大家咧。法拉必爆香，法拉必爆香。哦，这是很多彩多姿、五彩缤纷的意思，是不是？的意思。哦，五彩缤纷香。意思讲系用粗豆腐。哦，你应该是法拉必爆球。哎，对啊。冇糖啊。哦，冇糖啦。我今日要準備埋嘅法拉必爆咧。主要就係要人家粗豆腐、高肉、個人家泡菜、紅點椒、紫山藥、芹菜。嗰啲演習嘅偏香嘅，也全部偏香，嗰五香粉，五香粉，亂拍，白芝麻，來，開始動吧。好，高肉，不用一些五香粉，一些咧也亂拍，嗰個米酒，木卡用調油啊，負責分下就沒做得咯，沒做得，你米酒中間冇人家粗豆腐要變落去慢慢煎哈。哇，真嘅有啪！麻煩一下。油條未會破過。油條要先炸過先等佢冷凍啊切。我基本上未就破過咧。因為人家炸好超過差唔多6點鐘到8點鐘以後，佢就唔會熟嘅。對。所以我哋會再炸過。一邊嘅也係蒜條咯，薑嘛，剁油嘅，也就是爆香嘅咧。嗰人家加講嘅意思講唔會變暗仔啊，所以就冇暗仔啊你。撲菜落去哈，醬油麻煩一下。好嘞，還有。盧師傅剖得很好哎。沒有。剖得懂好哎。要先太火，張準細火，係冇？哦，胡椒粉啊，玩到哦。咁樣香，一些水哈，等於吸一下，盧師傅讓佢炸到當香當。有哦，攤開上鏡。他就是不規則，你唔是講一定要切同樣嘅，就是老爺太細差唔多，就按那種簡單，就吃掉裝到盤當。哇哦！要麼該種，不用帶哈。呀，蔓越莓醬啊，黃芥末。哦。現在這邊按那後尾哈。你要布袋也哦，它整個味道已經出來了。有。要吃呀，米絲差不多一樣，山藥我較久，所以我先標落去。好。我覺得客家廚師真的都很厲害，能做、能演、能唱，真的有顏值。顏值的部分，李師傅你聽係最過分的。啊？你有看你旁邊？係天一個，昨天哈。昨天。不要咖啦，而且都給講哎，我的咖喱呢？你在幹嘛？啊？哎，羅里好。這為什麼要把味道去掉？不要去掉，我們要加味。加味。顏值的部分，李師傅你聽係最過分的。啊？你有看你旁邊？係天一個，昨天哈。徐師傅。第三個。還表演是咧，一次次燙咗一點點。它會燙哦。所以來看唔會只有泡菜嘅鹹甜。啊。鹹甜。一般他講嘢炒菜看唔會不用燙。但是人家為了大眾，他可以讓他加酥哈。嗰要稍微較鹹一些些咧。啊，你剛才又加了糖，現在又加鹽，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不加？然後最後才要加。你剛剛還有滴2滴汗進去呢。所以我有算下去，所以我鹽本來要2匙。我要請問師傅，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又加糖又加鹽。鹽係老米絲帶出來，糖係老一隻鹹轉換，唔會失去咗絲鹹。哦。呀，芹菜變化啦。哦。哎，你要佛漢油哈？有。哦。要法拉必爆全部都要落落嚟哈。我希望嘅時間就米酒一些咧，把米絲帶出來，這樣咧，還有一些香油。香油。其實你煮每樣嘅東西，唔是全熟噶啦。啊，沒有，多熟就做得，哎呀，就做得香油。後期佢嘅線圖。哦。今天就法拉必爆嘅寫咧。真的。
哦，哇，这个超棒的！然后拿了蹦梅咩动作的咧？哎，那表一些香菜哈。哦，妈呀，表嘛！哎，千条龟，千条龟强强松松啊，哦，来紫色要出来啊。对，可是你还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大家法拉比爆熊，按钮就后 C 喽。好，第二个法拉比爆熊都在哪组队室度嘞？先来出题目喽。好来，样呀豆腐呢，在料理过程中呢，莫按容易烂脱。A. 先泡盐水。你刚才有讲哎。你有讲过？先泡冷水。哎呀，猜拳，马上来，来，刚刚你嘛哈，真的是比拳王喽。来，站这边，好，热亮。剑，哎，等一下，剑斗山跳步，耶，哈哈，很棒。来，你要选哪一个？你要想我不要想，我们就选 A 好不好？好，你想吃吗？想吃，那你选 A。选 A，公报档案。公报基定嘅先嘛。哎，好了，你就选 A，我就是昨天选 B 了。对呀，我也答案是 A。耶，你看。应该还有个，我张工日白。透过浓土模孔用做成的渗透压，逼出人家豆腐底部的水分，会把人家豆腐的结构变得比较紧密。用豆腐就莫按容易烂脱。好，没关系，不管怎样都可以。哇，总不是让你都有甜熟哦。哇，一定要的。一些油条。会不会太少了？好了，吃了。超好吃。係嗌嘅啦，我唔想去講杯咧。好，想講咩？做嘛我講啊，炒卡唔緊是啦。你自己我先解釋。好。做嘛講啊，炒卡鹹一些些的，因為你搭配這個生菜，吃了那個鹹湯就會嘟嘟。哦。然後有很多蔬菜的甜味會在嘴巴裡面跳舞。惠美姐，你覺得能用白後生老太講下？燒豆腐，但是唔會燒。唔係都香誒，都香啊，應該有脆對不對？就很脆，很脆，好吃哈。盧師傅你覺得呢？還有咧哦，豆腐軟軟，啊最主要底下咧油條冇軟鐵，冇軟鐵配咧是卡吱樣嘅感覺，是層次感動豐富，啊配到咧香脆是動清爽樣嘅。轉豆腐哈啦，差不多是你分眾嘅時間吼，昨天走翻兩頭這兩個周坤啊，好，可是剛剛第一關一畢業，殺下了見總了，好，屯體一，開始比賽了哈。所以今行，我嚟最後一關比賽咯。愛係太祖譜。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運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喺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用嘴咁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喎，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而你誰來上菜了？好。最後一關咯，嚟看一下百寶箱底度表嘛該。好，百寶箱底度是嘿，噔，哦呦，加啦咩？都也嘅新竹寶山也到位嘅，睇住架係講，來到寶山一定會看到兩個綠寶石。一開始呢，本身就有一條樹種也嘅綠寶石而已，後來呢，佢就變做係也嘅寶山三寶之一咯。現在呢，它真的是綠寶石，是綠金。你睇綠寶石哦，今年我哪來做嘛該？你綠寶石今日教台底家落去做咧芥蘭炒芥葉，哦雞丁啊，其實咧芥蘭，因下為本台這家用咧蜜餞落去做啦，因為用咧芥蘭做這個產品啊，哦蜜餞咧凍到種冇強濃的口味，哦，那是做咧很酸甜的感覺落去炒咧芥葉，哦其他是配色咧一條嗆脆啊，咧就自由發揮啊。芥蘭我切馬型誒，係切一塊一塊樣嘅，係做一塊，好，你當然。嘿，你的主食材切嘛個輕呢，好配菜是切嘛個輕呢，但是講你挑下命呢，好又讓你講咧，切嘛個輕呢，記得啦哈。好，等，即係考題即係一個問題啊。好，嚟，你芥蘭哦，就挑白吼，你烏絲台吼，
婚纱按到了重果啊，系嘛个烟印 ，A 系色啊，好颜色，好 B 系口感啊，口感。好难哦。先猜拳来，好，各队派出的青梅青莲姐，好来，天风，天风，好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yes，俺没讲嘅天风，我觉得是 A。从你自家嘅感觉就，我觉得是 A， 先猴子，我懂他的暗示了。含白吼，来你到先嘛个，自家咧选 A，你也选 A 啊，哦好，对啊，公布答案哈，答案系 B。今天系 B， 口感啊，哎。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给我暗示？啊，我有暗示啊。你还跟我说选好就好了。我都选好就好。他给他，哦，你答对了，我答对了。我该暗示了。他给他嘛个眼睛，大家讲一下。因为咧芥兰吼，即系牛舌咧嘛，伊咧甲梅头细细了囡仔，经过紧咬的时节啦，佢会好甜，好香甜可口啊，比喻中间之言哈，嗰啲鲜苦啊。好甜，也特别有咧韵味。对，好，是从嗰啲古稀腿咧忠诚哈、苦谏的性格而称名的。难怪你会答错，因为你就冇按用嘅心结啦。哎呀，好的。哎呀，要较排身呢。我检查该一分钟啊我检查啦吼。好，今日下呢，Annie 就隨來進行最刺激嘅最杯米館比賽咯。你們可以睇下橄欖的鹹筍甜，哇，真的是！我們先來決定一下用哪一條 Q 米，這個我吃過是辣的。辣的。給聽一下你的米頭用版。我們先。春天呐，穿一盒水的。要不要配色？哦，好好吃哦！各放2顆怎麼樣？各放2顆，好。我們決定比例一下。 2顆夠嗎？3顆。決定比例。紅的要嗎？紅的1顆。這樣好不好？好，好，可以。哦，好好吃哦。26顆夠不夠？可以。好，準備啦，我要來比賽啦。計時開始。細細家下吼，唔識班啊，媽媽都拿一偏矮識班呢。係啊。那個試下其實開胃咧。對，真緊就會開胃了。好個笑法，那個是看啊，是妹啊，那條哈，其實好個笑法。張柏謙就是胃太開了。自己細細時甘能吃甜。對，叫他待會不要再吃了。雞肉可以用。輸我生意哦，明珠啊。好。誒，做啲新路個，做啲新路個。好。有人係兩個成個離款了。好。旁邊。生意啊，生意啊，小生意啊。這樣子。換一顆不行嗎？換一個梅子的，這個比較好。佢會加頭油，頭油係加。唔會加糖果啦，唔是加頭油啦。來來來，一桶水。好，可以，唔怕，叫糖果，唔怕。哦，糖果。好。兩，唔係，好。誒，水果嗎？水果呢？水果呢？先別懷疑，先別懷疑。誒，冇管。一地天天變哦。好，一地咯。對。我傾起來麼？是。我哋有起來了麼3、2、1，時間到。你感覺做啲先溜起來定？我分下一半。好，馬上嚟。聽一解，馬上聽一解。好，來。那個要切這個哈。好，切丁。啊，你剛才做了什麼事啊？你看，哎，總得打過來。醃雞肉。切雞肉，醃雞肉。你喊會開嗎？你喊會開？總得咧。我先溜起來麼？會。我溜咧。來跳溜。冇跳落。哎。所以。我幫你裝。梗係慢嘅，你也溜呀。愛溜。anh用會跳樓麼？不會的。可以用廚師幫忙啊！你咧幫忙。因為你要拖出來，我講cái芥藍的凍繞筋之外，我感覺每次煮那個雞胸肉，很怕它會太老。我要過去。好，還有又要吃芥藍嗎？寶喜歡芥藍，而且都幾講哎，我的芥藍呢？你看。在幹嘛？啊？哎，羅你好。這為什麼要把味道去掉？是，我們要加味。加味，他們可能要做汁，像西餐一樣哎。對。做橄欖醬汁哦。做法一定是很棒。厲害哦，厲害！哎，它香味還是有出來哦。是有的，香味有出來，香味有出來，香味有出來哦。但等下要溫用嘅重做咧。你哋冇辦法講法睇嘅，唔係講。我冇法問惠美姐哈。我想問一下，係馬莎上到做啲先攞一下嘅。應該
哦，因为你们早餐店也是这样做？系啊，挑白就该哦，做乜介是聽我加水啊？你等下嘅，阿女長位雞啊，梅頭就會出好，等下長女講吼，10秒狗語，10秒。實摆个花样。花樣啊，對，唔是花樣嚟啦。漂亮一點。你都那90秒，那你擺盤都打慫呢？我想問一下，係馬莎想到做啲先攞一下誒。爱，哦，因为你們早餐店也是這樣做？系啊，挑白就该中餐厨師執照有。哦，你看我们就是谦虚。你摸走工，对我早知道我先舉牌子一開始，舉白牌。真的有，那還沒切。这样可以吗？等一下，阿勇做得嗎？都得。有宽吗？有啦，龍煙陣，啊成功你嗰邊看了。哦，先幫你切一下。加油哦！哇，我看到了希望。有。但是批條風色咧要直哦，成嘢哦。批條到嘅時候，雖然哦，我哋還蠻開始做哦，不過我講一下，我哋個切工真正動好。這些切嘅東西哦，差不多恐龍太細呢。只要你不切着都好。真的，他們選對小隊長。對。你要不要試試看橄欖？我搶食食係設計係兩種呢一種嘅原味甘草。哎，我先講一下，要給我開皮哦，你的皮已經很開了。那我還是不要切。對，你還不要切。佢哋做呢邊懂嗎？油油在這。溫度係先開吼。快點呢，80。該水帶哦。對。誒，該 tomato 等下會做乜該用誒？等一我告下訴你，你可以用廚師幫幫我知道啊。哎，廚師幫我。該描述吼凍小咧。廚師幫我。誒，按膠會用沒有？按膠用啊。2號會用哦。你確定要用？發樓有賣。還沒，一糖是。咩糖唔識啦？哦，糖識到。香夾啦。哦。強嘅。啊，佢解下講 follow your mind 係咪個意思啲嘛？我乜嘅？跟隨你的心啊。係啊，給follow啊。哦。飯用啊。你係哥你嗰邊看。飯肉啊。好好，先幫你炒炒，等下轉過來一塊。哦。好香哦！怎麼那麼香？呢道雞腰係真係鮮哦，鮮香。冇殺過吼。佢用油。哦。我的姐姐很棒的。對。口感應該會看一樣。你聞聞看，你的鼻子都通了吧？真的。對呀。唔過啦，是我不要說。聞一下，啲梅頭已經凍好，但是顏色就會，它是不是沒辦法兩全？你不用雞蛋裡挑骨頭，這倒沒有雞蛋。哎，沒冇骨頭。哎，對，沒有骨頭。8、要做在最高一張擺盤就是6、5、4、3、2。你咪忘記啦，係忘記咧。來第三瓣。好，第三瓣。姐姐忘記咧。不要全部，超會修。忘記。好，忘記啦哈。我發現你有點不清廉哦。全部都落去啊。哎，該火還蠻慣哦。關掉。我全部變阿姨啊。這個水要水會跳高嗎？不要太多。那個，哎，你有沒有聞到那個小咪？有。我真的都要哭了。啊，這個待會還可以給大家喝。再炸過一次啦。對。有心情冇？有。好。當有。好，看佢穩那樣，穩那樣。反正昨天那個來咧哈。對。好，先幫你切一下 tomato 啦，我先過去看一下。這還有一些的精華哦。對不起，不能摸。唔怕。哎，早睡耶呢，姐姐，加一些冇？我覺得可能要哦。要不要再？還是最後面再加？款機了哈，來你放輕鬆，明珠姐，你放輕鬆。不要加。你要試哦。你看了。要加。你閉嘴，放輕鬆。誒，感覺同，哦喲，都嘅。兩片春毛龍島誒，龍島嘅廚師幫忙對啊，真你們都沒有用到這個哎，所以我們剛才前面那一卡是可以直接卡掉了。對啊。哦喲，媽漂亮誒，哎呦，煮好咧，而家漂亮啊，芒果。你這個漂亮哦。
俺这个大人吼摸杀过啦，所以该 set 哦，还好好你要用快。厨师帮我了吗？厨师帮忙我，你啊，你啊，会咯，你啊，该会咯。让你填想嘛该。咱叫这样盖用好听哦。来，给你。嘿，那呢，来一下来强下讲，让观众朋友讲一下，来厨师帮忙，必须开始。哎呦，是这样叫30秒停呢。得了。先让他冷静。做嘛开始听我加水啊？你等下个，啊，你掌位该啊，梅头掌位出我等下长来讲吼，10秒可以，10秒。实，调味，等下调味哈，喊声听声音哈。 7、6，继续做，继续做。呼叫。摸糖多，继续。那是幻觉。气和梅头啊。好，谢谢。好，我们要先过去哦。好。姐姐，你要用厨师帮我吗？调味啊，会调味吗？调味丢进去了啦。哎妈，白盘等下好，来，那我们拿着好了。我们厉害，就是你先去哦，你说一下，厨师帮我，厨师帮我。必须你爱让你填想嘛该。你可以嗨。调味，然后帮我调味啊。试一下调味，蜜头。该水会调少吗？我调灶吗？还好。 有一点点，你看看我们的，看。你们加多一点水是还好，因为它是有味道的。对 ，OK 吗？走的。100分吧，要盐巴吗？不是嘞。要勾芡吗？哎，不是勾芡嘞，你应该走的嘞。哎，他最不喜欢勾芡。哦，对。没有，那是李志荣师傅。那是李志荣。好香哦。香烟前盘豆做的嘞。 你就等下吼，做的吗？水里会可能是系该米。花样。花样啊，一个不是花样的啦。漂亮一点。你那那90秒，那都摆盘动打怂呢。哇！哎，总不是莫是安用啦。记得给 tomato 来切那个小白兔好嘞。小白兔，不要给你好谁在可能前出来。我们那个是做妈妈的脸，短头发。短头发，你给我多了。 7、6、5、4、3、2、1，好，尽力一下，做得嘞，好。耶，真厉害哦！真厉害。好，先还有时间哈，尽力一下，好，一下。筷子呢？哇，那条鸡肉嘅色冻好款的哦。有可能。有很软哦。橘橘的，加上莫讲很硬味哦，加那个 tomato 的酱的哦。我看。 系啊，哦，你打开你本大家看一下，哇一下，噔，自己加音效，真应该色冻，哎呦，漂亮啊，厉害，好来，5、4、3、2、1，时间到，大家出来支持看那水杯米馆，那部卡张系列太重谱嘞。 好，第二关料理地图，刚才在那里行来行去时，就发现到南吹到凤吹全部都动有创意哎哎。呀，做饭冇强龙哦。有没有很期待吃？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全部强龙。好，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吃太多，因为这是会开胃。好来，来，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香哦，它好干哦。 有味道。你都是开始吼，整开水嘅时间还酱跑，该梅头被焦退了，吼，又转变成你的秘密地图了。就是想要把该用料该汤汁吸进去，会比较有味道。很有创意。太卡吃都牛排，哦，好吃，好，轻有味味道有下去。好，我本身也爱看呐。来，汤水咪我哟，你这个米吼，没冻好些咯。 切卡汁都切卡猪肉牛排，不错，麻清油黑呀，味道有进去，汤汁有进去。必须讲一下吼，两组食起来完全冇强龙，强龙嘅蔬菜是全冻好些。真的很厉害。吃到南区猪肉牛排，咸肉冻肉，真的很像鸡腿肉。真的，你们是偷偷去拿鸡腿肉的吧？ 是啊，好像有做，我们就用便来的。看一下，鸡胸肉是玛莎做诶，我想到了。哦，帅哥好了，好吃哦。好，紧张的时间到了，这时间呢，先请卢师傅
抢本分数。等下很有机会，很有机你会。背叛了你的心。等一下，很有。没有了，没有了。李师傅抢本分数。蓝水让嘞，恭喜！你知道我们这边是红色吗？这一盘是红的。哦，爱定。好了，你好好说哦。講一下你要專業說到我可以服哦。其實有講到咧，關鍵是咧芥蘭炒芥牛嘛，雞丁嘛，所以咧而且還顯得太細川英俊，還有最重要是聽下講嘅咧雞丁是咧口感啊，吼，cái口感最好，好啊，佢是梅頭春要做到嘅芥牛地位度兩樣。有慢魚嗎？如果不夠慢魚哦，再來聽一個來。要用菜油嘛，師傅呢入面，師傅呢有春米線。對。但是就大雙講，因為佢主角係炒雞丁。芥蘭油做出來，對。雞丁冇出來。有很多雞沫，所以呢，會感覺講鴉片呢個鴉片大家被束縛了。這不是束縛啊，他完全沒有束縛啊，你被拘束了。我完全是放鬆。嗰鴉片呢，大家當替他們燒下，推給他燒，一驚要吃安泰的不搶路，結果冇，佢哋要做到一點，所以我選擇鴉片。但是我老公啊，懂放鬆，我沒有束縛。好啦，等一下我公布好嘅消息啦哈。我來講一下我今日成績，風吹得到3分，風吹得到1分，冷吹得到3分，恭喜！恭喜！好啦，恭喜咱水得到加財經3隻球。哇，恭喜！你看看我們的是什麼？哎呦，你動火呢？真勁，而且你摸摸看它的重量，也可以注意嘅玻璃龍聽聽，來呀，你看一下，你要幹嘛？也可以黑法式經典鑄鐵湯鍋，有沒有？好棒！今年吼，其實無論數量啊，全都歡喜。還有人問一下吼，玉英姐，那大家講一下，你今年參加有乜嘅想法感想？哦，你啊吼，你做啲學到當到好食嘅東西。希望主持人嘅師傅都教我哋按好誒，教我哋按好，我將做啲學嘅飼豬。人叫姐咧。我咪係安尼想法，我當新聞兩個師傅哈，韓國兩個主持人，我都有啲機會來呢度來學習，來當新聞。真歡喜嘅，很拿到錢咧吼，肯定哦。還有獎金哈。係吼，當歡喜啦，恭喜你哋哦！恭喜！配合按好。來聽聽看我們這個輸的沒有道理的，對，青年姐，老太太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行的？就是動歡喜啊，然後是一個經驗啊，覺得很開心啊。好，有學到有用它成長就好啊，早餐店記得那個相片要擺大一點哦，我們一家之主來相片哦。對。好，嗰時候呢，大家嚟到節目當中哦，你會發現到哦，睇起個最不易嘅事情呢，就做得有學習，做了呢一件事情呢，係一件當快樂，還個要做得分享幸福嘅，你係咪係一家之主為老太起個分享嘅哦？係啊，因為有主菜哦，真嘅冇嘛嘅聽錯嘅答案啊，所以啊，互相嚟交流啊，假使你講你自己主菜動厲害，我想嚟挑戰一下，全組隊嚟報名參加哦。冇錯，一家之主一定就會等你來哦，每日來報名，下禮拜再見，拜拜。